只顾有一个查甫人，有一个大宝甲一个细姨，大宝细姨带做伙。因翁逐摆出门，拢嘛啉酒食肉饱甲才转来。大宝问伊是伫啥斗阵食饭啉酒的，就应讲拢是一寡好食的，甲有身份有地位的。大宝甲细姨讲，咱翁出门，拢嘛啉酒食肉饱甲才转来。问伊是甲啥斗阵食饭啉酒的，就应讲拢是一寡好食的，甲有身份有地位的。毋过大富大贵的，就毋捌来咱兜啊。我要暗中先看卖伊是伫倒位。早起大宝就夜对因翁回后，看伊去倒。因翁规个车中坐一人，无人顿地甲伊讲半句话。路过食到东门外的蒙阿波，去甲人陪忙的奔忙过，食无饱，又看东看西，到别位搁共讨。原来这就是因翁讨食的铁步啦。大宝转厝，就甲细姨讲，翁婿是咱所仰望一世人的，打煞安尼。两人就伫内埕哪算哪哭，因翁毋知影电孝台已经闭空，乱乱为外口扫转来，妖臭炎的伫大宝细姨面头前白臭屁骂。照古早君主讲的，咱人追求好食也权力用的步数，因家后毋知影电孝，袂三甲哭的，差不多是真少啦。如果到打来看，咱人追求好食也权力用的步数，因家后毋知影见效，袂三甲哭的，差不多是介济啦。